有冇發現叫小朋友做功課執玩具第10次先認，但係細細聲咁講食唔食雪糕啊？佢喺房都衝出嚟答你啊！關鍵就係你講嘅嘢冇分量啊！因為教你用截拳道嘅精簡邏輯，將你嘅指令由背景音樂變成有效指令啊！學識以下呢3點，等小朋友聽到指令就應你啦。第一點，確認眼神。小朋友好叻，好識扮嘢。如果你唔望住佢隻眼同佢講嘢，佢就會有藉口話俾你聽，佢聽唔到你講嘢。所以你要確保佢係知道你同佢講緊嘢。第二點，只講一次。將你嘅指令分量化，當你清晰提出要求，例如5分鐘後熄電視，而唔帶任何情緒，等於提升你說話嘅稀缺性。行埋去小朋友度，確認佢眼神，確保佢聽到嘅時候，認真冇情緒地咁樣同佢講1次指令。阿仔，5分鐘後熄電視，確保5分鐘後關電視呢個信息，你小朋友100% 地收到。第3，後果自負，直接執行。講完指令後，直接開始計時，未到5分鐘已經喺電視機隔離等住，1到5分鐘即刻熄咗。截拳道每一下都係真實而有效嘅。如果5分鐘之後你又唔熄，又俾佢睇多10分鐘，你嘅每一句說話都成為一個虛招。即刻執行，話俾小朋友聽，你嘅每一句指令都係真實嘅，而唔係一個可以商量嘅建議。當你建立咗呢套講得出做得到嘅模式，小朋友以後就會認真對待你嘅指令。想聽我用截拳道哲學分享同人嘅溝通，各位親愛嘅觀眾，請 follow 我。